伫这个大都市共享的乌多摆真正是真利便，马上走就会当马上骑。但是乌多摆互真侪人骑过，专家来建议，骑就路进前，至少要来检查外观的完整性。像这个马库尼啊，像轮胎的胎压以及档啊，拢要看过，才会当确保安全。 共享机车因为方便，愈来愈侪人伫骑，因过使用量一个多，问题嘛来啊。确认一下这个照后镜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正后方。要骑进前一定要详细检查，这去是上去，伊讲方便是方便，因过乌多摆状况无稳定。其中一次是，就是那个机车的龙头，好像我需要特别施一个力，它才会比较是对准正前方那种感觉。 骑共享机车，因为是租的，车主往往无法度掌握车况。有时候电，有时候它会突然没有，然后你就会有点吹不动。它有时候有的话，它就会突然爆冲，那当下很紧张。专家建议讲，租车进前上无爱检查外观的完整性，说的是马库米啊，连无风也无风，加档的功能。建议大家先检查外观哦，比如说车身的外观有没有受损，有受损的话先拍照。 目前三大共享机车平台，五雪有监控中心，24小时会派人处理无正常的车辆。爱练是用机动人员抽查方式追踪车辆的性能，为某是有专职的人员伫换电池时，同时去检查，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。因果唔惊一万，就惊万一。租车进前上好本身来较细致咧。 1962年10月2日，当时美国总统甘乃迪宣布海上封锁古巴，伊组织苏俄伫古巴建造的飞弹基地，气氛真紧张，是认为离核子战争上瓦解的时阵，这个事件被称为古巴飞弹危机。 1999年10月2日，9日大地震多满一个月，嘉义又发生做是规模6.4的大地震。虽然有几摆以前，在地人拢惊到，有人唔敢住伫厝内，规气棉被毛咧，伫外口搭布棚。迄摆地震被认为是911以前造成230个人受伤，